第一摆理想背景，是我高中毕业了后，来到台北大都市一个所在，每个物件拢予我感觉足神奇足趣味的。我第一摆上班，领薪水的时，迄种心情我实在讲袂出来会激动。我打电话予故乡的阿母，伊欢喜甲哭出声来，讲着我第一摆车袂过，坐着搁较趣味路来吃饭，搁有无彩礼，让我摸着第一种是絶対打平手啦，当作是袂安怎搬去。上要紧啊，上要紧啊，代志大条路，有一个查某同事，逐工拢咧偷看我，这是啥物状况？敢讲伊是爱着我，若是安尼，这嘛是我的第一摆，第一摆。我第一摆理想背景，是我高中毕业了后，来到台北大都市一个所在，每个物件拢予我感觉足神奇足趣味的。我第一摆上班，领薪水的时，迄种心情我实在讲袂出来会激动。我打电话予故乡的阿母，伊欢喜甲哭出声来，讲着我第一摆车袂过，坐着搁较趣味路来吃饭，搁有无彩礼，让我摸着第一种是絶対打平手啦，当作是袂安怎搬去。上要紧啊，上要紧啊，代志大条路，有一个查某同事，逐工拢咧偷看我，这是啥物状况？敢讲伊是爱着我，若是安尼，这嘛是我的第一摆，第一摆。